位伫台南高铁站周边的沙仑灵能科学城，是即几年政府大力推动的重点产业。随着各项的建设陆续来完成，当地周边的交通也成为市府关心的重点。伫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支持之下，市府伫南154线甲桂林13路分别设计了2条全新的道路，作为连外道路来使用。25号举办盛大的通车典礼，市长王伟霆、交通部长林佳龙、立委陈廷辉、王定宇甲当地议员拢共同出席，见证这个重要的交通建设。随着绿能科技城的开辟之后，将来大批的厂商还有这个研究机构的进驻，所以上下班的通勤的人潮会变得蛮多的。因此，我想这边整体的交通系统也需要到了一个重新规划的一个时间的。所以说，感谢这个交通部能够帮忙把这个交通网的重新 remodel， 也就是重新改善规划的这个工程能够起了一个序幕。那将来不仅有86台86线，有台39线在高铁底下，还有将来有许多新的这个路的开辟，这样都能够因为这个归仁13路跟南53路的这个优化改善之后，能够揭开一个序幕。我相信这个地方的发展指日可待。除了这2条道路的完工，林佳龙部长也强调，交通部现在正在积极规划各城市的路网建设，台南高铁站的周边也是重点之一。相信未来这个所在的发展会愈来愈好。那除了2条道路通车以外，我们也已经新增这个台86线这个大潭交流道匝道的拓宽，还有新辟的道路。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连外道路让我们整个高铁特定区结合上沙仑绿能科学城我想整个产业的招商包括会展中心三井 Outlet 以及呢几个工业区，特别是一些政府机构法人在这个园区的进驻大大的提升了台南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交通部因为负责运输我们以高铁然后包括台铁跟未来捷运串联的轨道路网，结合上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希望为整个台南来落实蔡总统的大南方大发展的一个计划。交通局也希望这2条道路会使成为未来完成整个沙仑地区的交通路网的重点之一，同时让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加顺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